伫咧1961年起的嘉义鹿草天主教堂圣家平民病院，对2001年开始修复。为了要保留病院本地一个门窗抑个物件，负责修复病院的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就举办木造甲物件的修复工作坊，后来参加的志工呢，大家做伙来协助病院的修复工程。摕闽仔设计的内面物件顶面的涂刷粉，透过数位化记录了后，我设计来保存。这一张一张的物件，拢是较早鹿草天主教圣家平民病院留落来的资料。负责整理病院的团队认为，透过这些资料，会当互咱来了解迄当阵沿海偏乡的医疗状况。这些信件可能都是那时候叶神父超修士，跟国外，要去请他们运送一些国外的药品进来的那些信件。那这些信件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文物整理起来，未来其实都可以开放，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当时对那个医疗有多大的重要性。自2001年，关爱故乡公共服务协会就邀请社区的志工做伙来鹿草天主教圣家平民病院到整理。经过3个多的时间，内底歹去的物件拢已经清除，建筑物的外观嘛开始修复。协会嘛甲一个工课结合工作坊，互志工会当哪学哪做。教区服负责的就是将这个外观啦，这修理又好，这基本的真正重要的部分。啊，然后内底布置，这就靠这个协会以社会力量，大家做伙来做。大家做伙伫遮做这个感情互存对地方佮对未来大家后届人若要来遮，咱有来安怎共讲。协会表示，为了暗算伫遮成立医疗博物馆，所以当初病院留落来物件，也是一寡门窗玻璃，拢希望用修复的方式保存落来，或者咧捌照顾沿海偏乡民众的老病院，继续会当伫鹿草传承新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